唔知細個嗰陣時有冇試過行過環市東，見到友誼商店4個金漆大字，隔住玻璃呢都可以望見入邊嘅進口朱古力同埋識得發光嘅水晶燈。咁阿媽就會拖住你隻手講咯，呢度唔係我哋可以入得嚟㗎。呢個情景呢，咁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翻開昔日嘅往事，講下友誼商店嘅傳奇。喺1959年嘅5月30號，廣州物資短缺，但外賓日增，尤其係廣交會嘅客商，國務院就發令啦，要保障外賓嘅供應。到咗10月，友誼商店就響南方大廈嘅3樓開張啦，得300平方5個職員嘅啫，乜必須呢持外國護照先至俾入內嘅。咁到咗65年，首設咗廣交會臨時售賣部，承包全城賓館外供。66年嘅5月呢，就搬到南方大廈西樓嘅地鋪啦。咁面積呢就擴至650平方，員工增加到33人。71年嘅5月，因為伊朗公主事件震動中央，當時因為服務員服務態度差，黑口黑面，俾周總理怒批大國沙文主義。73年7月，市政府拍板合併友誼商店、友誼副食品外賓部。77年4月正式籌辦組建廣州市友誼公司。78年外貿辦徵用咗環市東路369號呢塊荒地。咁當時呢度呢仲係成片菜田，仲請咗著名嘅設計師莫百氏親自操刀設計。4月12號，4層新廈就盛大開業啦。麥華三親題金字，營業面積暴增10倍至3200平方，員工298人。79年1月1號，首向華僑開放，不過呢就需要接待員去陪同。79年5月23號擴增至港澳台同胞，不過呢就要憑證件再加上收港紙嘅。咁80年12月26號就石破天驚向全民開放啦，着住涼鞋嘅市民擁抱咗商場，齋睇唔買，因為買嘢呢要用外匯券喎。到咗81年嘅4月12號，全國首家自選超市就開業啦，自助揀貨再加上電腦結賬就震撼全城。83年2月設國際商場收人民幣，雙卡錄音機3個牌電飯煲就引爆通宵排隊。84年4月呢，女售貨員全城首個要淡妝上崗，告別冰箱麵，仲將廣場嘅西面嘅舊平房呢就改建咗為友誼餐廳。廣州百貨首家中西快餐，94年取消咗外匯券，更加就便利啦。咁當時員工呢，人均年收入就破萬元，完爆公務員。門口廣場日日就好似花市咁樣，20蚊一個嘅飯盒照樣排長龍。嗰陣時工人月薪得300-400蚊，咁20蚊對於嗰陣時嚟講真係貴到飛起噶。咁東側呢，仲起好咗15層新翼大樓，營業面積再翻倍。不過2000年後喺天河城崛起加網購爆發嘅雙重衝擊下，奢侈品壟斷終結。咁04年西側又開多咗廣州首個奢侈品商場麗柏廣場。06年插旗喺天河，喺正佳廣場就開咗分店啦。咁到咗19年就傳出咗被廣發集團100%全資收購。咁剛好係友誼開業嘅60週年，由持護照入場到全民開放，友誼商店曾經威出國外，到今日俾人收購，時代一直喺度變，但係麥華三先生寫嘅金漆招牌依然掛喺度。